咧支持我哋由新星娛樂製作紀念林錦堂恩師金秋石果念詩恩劇場。我係今晚嘅司儀林偉婷婷婷，多謝大家。一連2晚嘅演出，今晚咧就會帶俾大家有中編劇啦。咁啊喺籌委會開會嘅時候，到底今晚做咩劇目啊？一致就已經講咗《龍鳳爭掛帥》加埋李後主，因為呢兩個戲當年都係堂哥林錦堂先生手把手帶住佢哋喺舞台上面一齊去學習，一齊去累積，一齊去實踐。所以今晚大家咧就會見到佢哋嘅成果。咁當然要感謝當年堂哥嘅支持者，我哋錦源友誼會，你哋喺唔喺度啊？睇下你哋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先，好唔好啊？由1973年嘅時間成立至今，對堂哥同埋對堂哥嘅後輩啦，佢嘅徒弟啦，尤其是堂哥桃李滿門，對於佢哋嘅學生咧，相信咁多年嚟你哋嘅支持都不改。今晚亦都係一樣。咁啊，婷婷咧有説話長話短説，喺呢個時間當然要開場先，每一場再同大家懷緬下堂哥嘅生平。咁啊，先第一場咧為我哋打響頭炮咧，《龍鳳爭掛帥》當中嘅陸虞有話二師兄魏青雲咧為大家飾演呢個上官雲龍。咁啊有大師嫂，即係邵明哥嘅太太啊嚇，即係大師兄嘅太太。咁啊麥文潔姐姐咧為我哋飾演咧司徒文鳳，冇錯，多謝你。係啱啱呢個病完之後都係要多多體諒嘅，希望嚇，多謝你。咁啊亦都有咧子玲秋為我哋飾演司徒美啦，上官夢咧就係任丹峰為我哋演出。咁當然有我哋一眾優秀嘅演員一齊拍住相，喺呢個時間需要你嘅掌聲，多謝大家。就好似見到堂哥嘅影子啊，係嘛？好開心。咁其實咧當年2013年嘅時間咧，就係堂哥離我哋而去咧，轉眼都經已11年㗎啦。但係咧，我好想問下台前所有嘅觀眾朋友，當年有冇喺新光戲院睇過堂哥演出？如果有，俾多啲掌聲我聽下，好唔好啊？頭先咧好開心，靜姐陳靜姐姐咧同我講，佢話今晚咧我哋有好多位都已經滿晒啦，聽晚咧係全院滿座，大家開唔開心啊？縱然咧堂哥咧帶住佢嘅藝術離開我哋，但係佢當日咧將佢嘅藝術透過滿門桃李啦、春風化雨啦，帶到俾我哋呢一代。今日咧婷婷好大膽咁講，喺我哋後台上面台柱演員個個都跟過堂哥去學習，我咧就係旁邊。嗰陣時細個讀書帶個篋嚟做下欄，我都睇過堂哥嘅演出，所以喺新光戲院咧係一個好重感情嘅連結啊嚇！咁啊當然啦，喺我哋舞台嘅監督位置李霆鋒，當年都係堂哥嘅學生，可唔可以借大家嘅掌聲咧，俾佢哋希望咧佢哋延續堂哥嘅藝術。將無論係星哥林家聲嘅林派藝術啦，堂哥自己本身富有嘅藝術風格咧，一代傳一代。咁啊，兆明哥同埋培生哥辛苦你哋啦嚇。咁啊，當然咧好開心啦，亦都喺以下呢個時間咧介紹我哋今日第2場嘅演出《龍鳳爭掛帥》當中洞房嘅一段。咁你話婷婷啊，如果你介紹劇情嘅，唔該你翻入去啦。咁我當然係唔會介紹劇情嘅，因為我相信大家睇得堂哥嘅，可能個劇情你都仲熟悉過婷婷。咁但係背後我哋演員們嘅故事，我相信你會希望可以收聽得到，係嘛？咁啊，當中咧，我哋呢一場咧，又話俊哥陳鴻俊咧就做上官夢。咁亦都係一個好開心嘅連結啦。點解咧？我頭先喺後台同阿俊哥傾偈嘅時候，我話係咪因為堂哥同埋阿威伯嗰個感情連結而令你同堂哥有呢個即係感情嘅聯繫？佢話唔止啊，婷婷。如果計堂哥咧同阿俊哥咧，其實俊哥係跟過堂哥10年啊，10年去學習藝術。咁啊，曾經得到堂哥嘅教學咧，就譬如十奏嚴嵩啦。咁啊，同埋有
呢一個五郎救弟，都係由堂哥去教阿俊哥嘅。咁啊，俊哥咧都係一個好感情重嘅前輩嚟嘅，即係睇住婷婷大嘅時間，我人生高低俊哥都分享咗好多。咁所以咧喺呢個演出裏面咧亦都好多謝有俊哥你嘅參與支持，我哋一齊懷念我哋嘅前輩林錦堂先生，俾多啲掌聲俊哥。好啦，咁亦都喺呢個時間又要講下我哋飾演咧上官雲龍嘅培生哥啦，同埋飾演呢一個雲鳳嘅有銀姐姐。咁啊，當時培生哥其實今年嚟講咧已經係學藝家演出17年啦。咁啊，當年咧我聽翻好多嘅錄音啦，咁啊其實培生哥咧其實跟咗堂哥都有7年去學藝。咁啊，同時之間需要揾一個花旦去拍嘅。咁有銀姐姐呢個花旦咧，其實係由堂哥同佢哋一手促成嘅。咁亦都藉住呢一段嘅關係，俾多啲掌聲支持佢哋好唔好啊？咁好希望咧，藉住以下呢個時間，一個嘅感情連結住陳培生、鄧有銀，加上陳鴻俊，咁啊加上咧，另外咧仲有志哥裴俊軒咧飾演嘅皇帝啦。咁啊上官呢個司徒美咧就繼續由指令秋咧為我哋一齊演出。咁啊將個舞台就交俾佢哋幾位為我哋演出咧《龍鳳爭掛帥》當中洞房嘅一段，希望你中意。培生哥一啲嘅訪問啦，當佢咧講起堂哥嘅時間咧，就話堂哥當日咧教佢嘅時候咧，1毫子學費冇收之餘咧，同佢講咗2句説話。呢2句説話咧就係、我最憎人扮我，最怕做衰我啲戲。今日嘅培生哥交唔交到呢個成績表啊？俾多啲掌聲 ，Kevin 哥好唔好啊？其實咧，見到培生哥咧，佢帶住自己嗰個演藝嘅天分啦，咁啊吸收咗堂哥嘅藝術養分之後咧，喺個舞台上面咧，亦都展現咗有佢自己一面嘅才華。咁啊，加上有銀姐嘅陪伴啦，咁啊亦都係同佢拍檔嘅時間咧都激發佢好多藝術嘅細胞。除咗咧粵劇嘅演出之外咧，最近有冇睇雷雨啊？佢嘅話劇嘅作品，咁都係嗰個角色印象都非常之深刻嘅。咁喺呢度咧，亦都可以回顧少少堂哥嘅生平啦。咁啊，堂哥咧當年1948年嘅時間出生啦。咁啊喺佢8歲嘅時候咧，7歲已經入台版啦。8歲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拜入李寶麟師傅嘅門下啦。咁啊學習咧傳統嘅粵劇嘅排場啦。咁啊當時嘅堂哥其實早年咧就喺深水埗成長嘅。咁啊所就讀嘅學校咧就係崇真小學。咁啊喺中學方面咧就喺培新英文書院。咁所以咧佢嘅接受訪問嘅時間咧都話：我中意咧舞刀弄劍啊、飛車啊。嗰陣時聽阿寶珠姐林寶珠講起佢阿叔咧堂哥嘅時間咧就話：佢唱英文歌㗎，彈吉他㗎，哇！嗰種飛仔形象咧已經喺個腦海裏面咧迴旋緊啦嚇。咁啊記得有一次咧喺我哋香港電台嗰陣時，我啱啱出身啦，04年訓練班，我07年咧就翻去節目度幫手聽電話啦。咁嗰陣時仲係婉紅姐陳婉紅咧加埋阿康老爺即係陳永康咧一齊去主持節目嘅。咁嗰陣時我細路女聽電話咧就喺我哋直播室隔離咧有一間錄音室㗎嘛。咁好多時咧嘉賓一到咧就會喺錄音室嗰邊準備。咁嗰日啊堂哥咧就係着住啲薄薄皮褸啦。你知佢嗰個型格咧真係好鬼有型㗎嘛，又靚仔㗎嘛，係嘛？跟住話又唔好又唔係好識喎。嗰陣時細路女又唔敢講嘢喎。咁啊淨係識佢婉紅姐交代落，你想叫堂哥啊，斟另杯水俾人哋。我做足晒啦。咁啊堂哥一入嚟咧，堂哥話你飲杯水先啦，恭恭敬敬啦。跟住咧等阿婉紅姐入嚟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哇！頭先阿堂哥自己講，我喺公主度打咗呢個白鴿轉。哇！打幾個白鴿轉咁樣，即係嗰一刻咧，我會覺得好有型啊！呢個前輩，即係你唔好睇佢粵劇文武生一個大老倌，原來咧喺佢即係自己去追求唔同嘅嘢嘅時間啊，或者自己嘅一啲生活嘅元素裏面咧，係揾到一啲咁摩登嘅元素喺裏面。咁我相信呢樣嘢咧，亦都令到大家係好懷念堂哥嘅，係咪啊？有冇人曾經同佢一齊夾過 band 㗎？佢當年打 band 㗎喎，俾啲掌聲！如果你當年睇過佢夾 band 嘅話，喂真係有啊，好
嗱，真係好開心嘅一個感情連結咧，係可以講得係，就算佢嘅人離開咗我哋，但係喺我哋腦海之中，喺我哋心入邊咧，佢依然佔住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席。以下落嚟咧，我哋帶俾大家咧第3個嘅折子戲《龍鳳爭掛帥》裏邊咧爭帥嘅一場。咁頭先咧，我就同阿大師兄啊、兆明哥傾偈咧，我話：其實你哋今晚嘅戲咧點樣安排㗎？其實冇㗎喎，佢話籌委會話各司其職，邊個擅長邊樣就做邊樣。咁所以咧，其實當年兆明哥咧拜師嘅時候咧，堂哥教佢嘅第一個戲咧就係蒲甲戲嚟嘅，裏面金鼓戰加聲。咁所以咧，今日咧去演翻一個即係懷念師傅嘅時間一個演出之中咧，佢都係揀翻蒲甲戲呢一場去演出。咁啊，當中嘅上官雲龍咧就由話大師兄兆明哥咧嚟到為我哋飾演。咁另外咧仲有 April 老師喎，即係唐婉瑩啊嚇。咁啊，佢咧就係我頭先聽阿青雲哥講咧，就青雲哥係二師兄啦。咁啊 April 老師咧就係三師姐。咁啊培生哥咧先係四師弟。咁啊，今晚我哋嘅演出啦，咁當然啦，堂哥仲有桃李滿門啦，有好多跟隨過去學藝啊，或者係拜過師嘅，咁當然都有好多好多。咁啊未能夠囊括喺今晚嘅演出之中，但係咧，我都喺呢度借大家嘅掌聲咧，為佢嘅徒弟致敬，好唔好？為佢嘅學生們致敬。好啦，咁我哋咧就喺爭帥呢一場咧一齊同大家一齊欣賞啦，有阿兆明哥啦，同埋 April 老師嘅演出啦。咁啊 April 老師頭先同我講咧，佢話其實我都有諗過嘅，要講啲咩好咧感言。咁佢好簡單，用咗2個字：紀念。記係記住當年堂哥曾經手把手教過佢哋嘅一舉手一投足，一個嘅動作，一個嘅身段。念就係念恩師。咁我哋就將呢個時間交俾佢哋，為我哋演出。咁喺呢個時間帶俾大家《龍鳳爭掛帥之爭帥》嘅一段，掌聲有請。下半場節目嘅第一場啦嚇，講到李後主咧，不能不提咧喺堂哥嘅藝術生平裏邊咧，喺1993年嘅時間咧，就同阿嗲姐梅雪詩合組咗慶鳳鳴劇團擔任文武生啦。咁呢段時間，我相信在座朋友一定有入過南丫島。如果你入過南丫島嘅話，一定要拍手掌俾我聽下，有幾多人當時哇20年啦，係咪啊？嗰段時間去支持堂哥，我聽到好多掌聲。咁喺呢度咧，亦都借住你嘅掌聲咧，俾堂哥一個好好嘅安慰，因為咧，你哋由當年到而家一路支持緊佢。咁好啦，咁啊嚟緊咧喺下半場嘅第一場咧，就係李後主之詩會啊。咁啊當中就有明哥梁兆明咧飾演呢個李後主啦，有銀姐咧就係鄧有銀飾演呢一個嘅小周后。咁佢演出呢一段嘅李後主嘅時間咧，其實明哥都有話嘅，一路咧喺學藝嘅時間咧，堂哥係任何戲咧都教佢。無論係文場也好，武場也好，咁始終你話打嘅，去到某個歲數嘅時間，其實有啲內心戲咧係需要人生嘅累積咧，先至能夠將嗰個文戲從心中演出嚟嘅。我哋今晚留意下大師兄明哥，佢做呢個李後主有冇詩人嘅風骨咧嚇，或者詞人嘅風骨咧嚇？好啦，咁啊將以下嘅時間交俾明哥梁兆明同埋有銀姐鄧有銀為我哋演出李後主之詩會，掌聲有請。嘅一套詩會啦，有冇啲感覺翻咗嚟？個人 sweet 啲啊，係嘛？好啦，咁啊繼續咧喺呢一個嘅過場嘅時間咧，同大家又懷念一下咧堂哥少少嘅生平啊。咁啊，其實咧我同堂哥嘅連結咧，做好多時即係除咗電台啦，或者係喺戲班裏邊睇住文武生喺個戲台度演出之外咧，其實就喺文字上。咁啊，當時其實我都仲係細，應該做緊第4花旦嘅時候咧。我記得徐嬌玲姐姐有一次係訪問過我嘅，
咁我哋嗰陣時仲去打邊爐傾偈，飲酒飲到個面紅紅咁樣啦。咁當時其實我叫做冇正式認識過堂哥，但係喺徐曉玲姐姐嘅傾偈嘅情況之下啦，亦都分享咗當時感源嘅少少資料啦。我記得佢當時仲送咗一本咧，係你哋感源所出嘅一本雅集啊，係一本冊子咁樣送俾我。咁係嗰本書冊咧，我仲保留住。咁我知道除咗係同即係前輩有一個直接嘅連結之外，喺大家送俾我嘅文字資料上面咧，係我最好未來嘅日子裏面做粵劇研究也好啦，去了解我哋前輩藝術也好啦，文字同埋光影流傳咧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咧好感恩係有呢本冊子咧，即係書冊子咧俾我了解多啲堂哥啦。咁加上咧亦都好多謝阿 Jason 啦、江俊傑啦。咁喺佢嘅 YouTube 頻道啦、水馬人會館裏面咧，訪問咗好多即係關於徐曉玲姐姐啊、權哥啊、高潤權啊、紅哥高潤紅啊等等咧，好多前輩，其實羅列唔晒啊！希望即係今日婷婷講唔晒嗰啲前輩嘅名，你哋包容我嚇，原諒我小妹妹。咁喺佢哋嘅訪問之中咧，係有好多嘅藝術足跡咧，喺你哋嘅訪談之中留低落嚟。咁呢個真係好珍貴，好珍貴。咁同時之間咧，之前徐姐徐蓉蓉啦，亦都就住堂哥嘅細10週年咧，亦都做咗好多嘅訪問。咁好感恩就係而家會有呢一個網絡嘅流傳啦，譬如 click 開 YouTube 嘅時間，大家一撳林錦堂紀念特輯啊，亦都可以從我哋嘅網絡上面知道翻堂哥嘅生平嘅一點一滴，同埋佢學藝嘅藝術過程啊。咁啊，當時其實以童星出身嘅堂哥咧，除咗喺粵劇方面咧有所修成之外咧，其實喺佢細個咧已經參與電影嘅演出啊。咁啊，當中拍過嘅電影，譬如《蟹美人》啦、《龍王三公主》啦、《黃飛虎反五關》啦、《萬里琵琶關外月》啦，同阿任姐嗰段對手戲啦。咁啊，仲有《四郎探母》啦、《寶蓮燈》啦、《雙仙拜月亭》等等，都係佢有參與過一啲嘅電影演出。咁除咗電影演出之外咧，其實喺麗的電視咧，佢嘅參與度都好高嘅喎。咁喺73年嘅時間啊，咁啊除咗成立咗有感源友誼團之外咧，其實佢都係加入咗好多電視方面嗰個發展。咁啊，記得睇過有一段咧，係同阿小明哥徐小明咧做訪問嘅時間咧，就即係緬懷翻堂哥喺電視生涯上嘅一個歷程啦。咁亦都參與過多部嘅電視劇集嘅拍攝啦，做過男一㗎，咁靚仔唔做男一梗係嘥咗佢啊嘛，係咪？咁但係咧，你話啊，婷婷可唔可以講翻晒成段嘅過程或者成段訪問俾你？對唔住，我真係只能夠係做收音機後面嗰個人，我做唔到收音機，同埋我播唔到嗰段訪問。大家咧，如果係想聽翻嘅話咧，就可以上翻 YouTube search 下呢一個。咁我覺得小明哥嗰個分享咧，對於佢同堂哥當時喺麗的電視合作嘅嗰段期間啦，同埋大家見證住彼此嘅成長啊，咁啊堂哥對自己除咗個外形要求高之外，其實佢做戲對自己要求都好高噶嘛。咁所以係即係從佢嘅口中點點滴滴咧，都會啟發到林偉霆今日嘅人生咧，點樣去修正自己啊，或者將有啲嘢可以變成一啲更加細緻啲，做得更加細膩，或者應該留意邊啲嘢。咁從口中即係喺個人即係叫我哋叫做口述歷史啊。咁啊聽嘅時間咧，好多嘅啟發都係從一啲嘅訪問對談之中揾翻佢舊日嘅足跡。咁嗱，電影啦、電視啦都講過有好多啦。接住落嚟咧，就要帶俾大家咧喺下半場裏邊咧第二個嘅折子戲，就係李後主當中其中一個中編劇咧，就係自焚嘅一段，非常之扣人心弦。咁當中咧就揾到二師兄啦、青雲哥魏青雲啦，加埋 April 老師唐婉瑩為大家唱出同埋演出呢一套咁震人心弦嘅自焚。將個時間交俾佢哋，掌聲有請。大家會唔會更加期待就係去國歸航啊？期待嘅俾啲掌聲聽下先。其實咧，
我真係好中意去過歸航呢一套戲，即係呢一個場口嘅。可能咧係細細個就已經做歌女啦，即係飾演歌女啦。咁後來就分析過流珠同埋寶儀嘅角色啦。雖然咧係同小周後之間嗰個感情連結好重，因為當佢一撥辛酸淚望過嚟嘅時候咧，要同我講拜拜嘅時候，其實每一個做歌女嘅都即時會喊嘅，嗰啲眼淚係真係忍唔住。咁何況係一國嘅君王，嗰個係李後主，係當時要去國咧。咁我記得咧睇過一啲嘅錄像咧，係當時堂哥去演出嘅時間咧，佢嗰種文人嗰種氣骨啦，嗰種傲骨啦，嗰種風骨啊，去到嗰個時間去國嘅時候，已經係被呢一個宋軍咧，將佢所有文人嘅風骨已經係耗損晒。一個只能夠喺文章上面打世界嘅人咧，你叫佢去處理國家大事，係何等嘅一個即係唔適合佢。咁啊，最後尾連自己嘅國家、自己嘅臣民，加上自己嘅國土都保唔住嘅時候，40年來家國3000里地山河，一跪低喺地下，嗰把辛酸淚，面上面嗰個淚已經表達唔到嗰種心痛嘅感覺。咁我相信咧，即係堂哥除咗喺佢武場嘅藝術啦，喺文場嘅藝術裏面咧，佢除咗有聲歌嘅骨同埋血之外，仲有自己嘅好重好重嗰種戲嘅靈魂。咁所以睇佢嘅文場戲咧，其實我都好中意。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啲悲劇嚟講咧，婷婷就有偏愛。咁但係佢做《思考記》裏面咧，嗰種陳桂常嗰種冤冤氣氣咧，當然都好令人心醉啦嚇。咁啊要睇嘅話，當然要留翻幾時睇啊？聽晚喎，記唔記得啊？約定你啦，買咗飛未啊？買咗飛嘅聽眾朋友，拍下手掌先，睇下幾多先。哇！咁嗱，婷婷真係今晚就約定大家，聽晚喺新光戲院再度相逢噶啦嚇。好啦，咁好開心咧，嚟到今日我哋嘅尾場，亦都係最盪人神魂、拍人心弦嘅時間啦嚇。去到李後傳呢個中編劇咧，結尾嘅時候，亦都係去國歸航嘅一段。我相信培生哥咧，陳培生咧，對於呢一場咧，佢自己有好多嘅情意結。因為當時嘅堂哥係真係手把手教佢詩語，佢喺懷念堂哥嘅一啲演出裏面咧，耗資咗好多好多嘅資金啦、資源啦、自己嘅時間心血啦，去為呢個戲去打造一批新嘅服裝啦。咁亦都請佢嘅弟弟陳華國先生為佢設計好靚好靚嘅戲服。咁所以就可見得一個文武生對於自己嗰個角色嘅塑造啦、塑造啦。咁亦都花咗好多嘅心思，除咗服裝之外，喺佢上場嘅每一個動作，嗰個面嘅戲面，我相信佢都研究咗唔少時間嚇。咁所以咧，陣間咧去慢慢去消化、去欣賞呢一場嘅時候咧，好好嗒下，好似酒咁樣，睇下純唔純啊嚇。咁啊，除咗有培生哥為我哋飾演咧李後主之餘咧，仲有大師嫂啦、文潔姐姐就為我哋飾演小周後啦。咁啊，仲有一眾嘅老倌朋友，包括咧就有俊哥陳鴻俊咧為我哋飾演徐賢啦，胡則咧就有任丹峰咧為我哋飾演嘅。咁啊，另外咧有吳國華啦為我哋演繹張儀呢個角色啦。咁啊，仲有我嘅好姊妹啦，子令秋啦，就係飾演寶儀啦。貝家妹林貝嘉亦都係年青嘅新一代，飾演流珠。咁啊，仲有5位嘅文官同埋5位嘅歌女，佢哋都好重要，因為係台上面每一個重要嘅角色嚟嘅。咁啊，喺呢個時間借大家嘅掌聲，請出咁多位朋友為我哋演出《去國歸航》。
嚟到新光戲院，咁啊小妹今日咧仍然抱恙，咁啊聲帶方面咧就受少少影響啦，希望大家包容包容。咁亦都好多謝大家嚟到出席咧，由新星娛樂製作紀念林錦堂恩師金秋碩果念詩恩劇場。我係今日嘅司儀林偉婷婷婷，多謝大家，多謝你。咁聽晚仲要演出，好希望我把聲 OK 啊！但係今晚都好感恩咧，堂哥俾呢個機會我繼續可以喺舞台上有一把磁性嘅聲線為佢主持呢一個節目。咁今日好開心翻嚟新光戲院。咁啊，當日其實我相信有席上咧好多觀眾朋友咧，當年都係呢個舞台之上支持個堂哥。咁我哋今日帶嚟有6個嘅折子戲啦，咁啊亦都由堂哥嘅門下嘅弟子啦，包括咧就大師兄邵明哥梁兆明啦，二師兄有魏青雲，咁啊仲有三師姐唐婉瑩，仲有培生哥陳培生，咁啊4位咧亦都精心打造今晚嘅幾個折子戲，咁啊當然同埋有欣姐姐佢哋一班嘅有志嘅之士啦，咁亦都長話短説，帶俾大家第一個嘅折子戲《打金枝》，咁啊由魏青雲同埋鄧有瑾為我哋演出《打金枝》，掌聲有請。好啦，打得精彩嘛，精彩！好啦，講到個打字咧，其實咧我哋要紀念嘅我哋嘅堂哥林錦堂先生，其實細個嘅時候咧，佢都係刀槍劍戟，樣樣都中意玩。咁所以咧，早喺7歲嘅時間咧，就經已踏上台板。8歲嘅時候咧，有幸咧亦都拜入李寶倫嘅前輩門下啦。咁一路咧就喺電影啦、戲班裏邊咧長大。咁所以咧有一個叫做百厭星君嘅一個稱號我所知道。咁啊，所以喺呢個電影裏面咧，有陣時見佢咧童星出現嘅時候咧，都係好百厭啦，好沙塵仔嘅感覺啊嚇。咁啊，到喺粵劇舞台之上咧，一路咧追求住喺佢嘅中學嘅結業嘅時候咧，亦都係1965年嘅時間。咁咧就同當時咧阿細碧姐鄭碧瑩咧就成立咗個劇團咧。咁當時咧就係叫做錦鳳屏劇團嘅。咁啊同埋新海傳一班前輩咧，就喺旺角東樂戲院演出。咁所以咧細個已經係好有才華。到佢大個嘅時間咧，亦都有唔同嘅喺唔同嘅戲班裏面合作啦，吸收咗唔同前輩嘅營養啦。咁喺80年代嘅時間咧，亦都加盟咗眾先聲劇團。咁啊，星哥對佢嘅藝術啟發好大。咁啊，加上佢自己嘅造詣咧，亦都好多將一啲名劇咧帶俾自己嘅徒弟。咁啊，今日喺第2場《無情寶劍有情天》裏面咧，迎放背一場。咁呢一場咧，亦都有大師兄梁兆明咧演出韋松輝。咁另外咧，同事之間話呢個掌聲即刻嚟啦嚇！多謝大家。係啦，咁啊另外咧，女導詞咧就係唐婉瑩 April 老師啊。咁啊，同時之間有吳國華咧為我哋飾演胡道松，亦都將呢個時間交俾佢哋，為我哋演出《無情寶劍有情天》之迎鳳會。好啦，欣賞我呢度咧，無情寶劍有情天啊，精唔精彩啊？精彩啊！其實咧，堂哥喺在生嘅時間咧，都演好多咧星哥嘅戲寶啦。及後咧，亦都演過一啲加盟咗喺慶豐名劇團之後，亦都有好多個文場戲。咁啊，當中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佢做思考記嘅陳鬼上嘅一段嘅，嗰段真係好生鬼啦，好賴皮嘅。咁啊，但係可以講咧，係堂哥咧對於文場戲一個人物之中嘅塑造咧，其實佢係好高嘅造詣。同時之間咧，我記得有一次同阿 Kevin 嗰陣陳培生先生喺電台做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
其實咧我自己係話劇出身啦，咁啊對於人物塑造呢樣嘢咧，好有自己嘅興趣，同埋去尋揾多啲、發掘多啲關於角色裏邊點樣可以去表達得更加多層次咧。呢個令我覺得係好深刻嘅印象。咁啊，今年咧係阿 Kevin 哥咧從藝應該係17至到18年左右。咁啊，當年咧有7年咧，佢係跟住堂哥林錦堂先生學藝。佢話好感恩嘅就係當年跟住師傅咧，師傅係1蚊學費都冇收佢，仲要喺埋嗰幾食飯。咁所以呢個師徒嘅關係咧，對於培生哥喺粵劇嘅發展咧，亦都有好大嘅啟發，好大嘅感恩。咁呢個恩惠咧，亦都係種落咗呢個因之後咧，到今時今日，培生哥喺每一年咧去懷念堂哥嘅時間咧，都會組織師兄弟會咧一齊去到為堂哥做一啲嘅演出，去紀念自己嘅恩師。咁啊，以下落嚟呢一套嘅對花鞋咧，帶俾大家咧就有一個哇好高深嘅呢個官員啊，左衛明大人。咁啊，亦都靠佢嘅智慧同埋機警咧嚟到審斷呢個無頭公案。咁啊，當中咧有培生哥飾演嘅左衛明大人啦，仲有大師嫂即係文潔姐姐咧為大家飾演嘅楊柳嬌。咁啊，當中唔少得咧，當然係阿左瑜咧喺呢個場口裏面咧插科打諢。咁啊，如果尋晚冇嚟嘅朋友咧，應該有啲嘢唔係好知嘅。咁啊，當中咧飾演左口語嘅俊哥咧，你冇睇佢當年係威伯梁漢威嘅徒弟，但係其實原來有10年嘅時間咧，佢係跟隨堂哥學藝，學咗都好多套戲，包括咧就有《十袖嚴嵩》啦。咁啊，當日嘅即係五郎救弟都係阿俊哥喺堂哥手把手教導之下咧，去到學習嘅。咁所以咧俊哥對於堂哥咧嗰種教育嘅深恩咧，依然係銘記心中。好啦，長話短説，將呢個時間帶俾大家有對花鞋、陳培生、麥文燕加上陳鴻俊嘅演繹，掌聲有請。大家咧仲有3個嘅折子戲，咁啊今晚嘅演出咁成功咧，大家又唱得咁開心啦，聽得咁開心，當然要多謝我哋棚面嘅師傅啦。首先介紹擊樂領導游龍師傅，音樂領導錦歌彭錦信師傅，以及呢一眾咧資深嘅粵樂名家為我哋伴奏，俾多啲掌聲佢哋，多謝晒。好啦，以下落嚟咧，下半場咧，我哋第一場咧，亦都帶俾大家呢一個名劇《戎馬金戈萬里情》。如果當年有睇過堂哥演出嘅朋友，拍下手掌嚟聽下先。哇，都好多喎嚇！咁啊，而家咧就要支持佢嘅愛徒演出啦。咁啊，有阿培生哥陳培生咧就飾演楊繼業啦。蛇菜花咧，我哋有 April 老師唐婉瑩咧飾演嘅。有阿俊哥陳鴻俊咧為我哋飾演楊群。咁啊，另外咧有楊陸啦同埋排雲咧，分別咧就由2位年輕嘅粵劇演員任丹峰、子凌秋為我哋演出。掌聲有請咁多位。呢一套哇大鑼大鼓嘅戲，雖然係文戲武做嘅感覺啊嚇。好啦，《戎馬金戈萬里情》嘅呢一場咧完成咗之後咧，又係呢個時間回顧一下咧堂哥嘅生平。咁我記得咧，尋日都同大家分享過啦。當時喺80年代嘅時候咧，首先講下73年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年份先。咁啊，當年咧亦都係好多得徐曉玲姐姐啦，咁啊以及一眾咧支持堂哥嘅好朋友啦。成立咗錦源友誼團咧，亦都喺呢個時間咧支持堂哥佢嘅藝術生涯。除咗喺粵劇上面咧擔文武生嘅位置之外咧，其實佢都有加入咧麗的電視
去到做電視劇嘅喎。咁啊喺麗的電視嘅人生之中咧，或者係佢演藝嘅事業裏面咧，亦都拍過好多部經典嘅電視劇。咁當中咧曾經睇過一個由阿徐小明大哥咧拍嘅訪問，同大家分享翻咧堂哥喺麗的電視嘅一啲經過啊，或者佢嘅發展。有機會咧真係要上網咧去聽翻去睇翻。咁跟住及後咧去到80年代嘅時間，亦都多得咧我哋著名嘅前輩咧李奇峰先生。咁佢喺引薦之下咧，亦都同阿芬姐余偉芬咧成立咗錦天花劇團咧一齊合作啦。同時之間咧，亦都係加入咗麗群粵劇團，咁啊幫阿寶姐同埋羅生咧就做小生。咁啊從唔同嘅崗位咧去吸收營養啦。咁當時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累積經驗嘅好嘅機會啊！咁啊及佢亦都嚟講咧，去到90年代。一直跟住星哥林家聲先生加入咗眾新星嘅時間咧，亦都拜得星哥為師。嗰段嘅時間，相信對於堂哥嚟講咧，嗰種歷練啦，喺嗰個演出上面咧，再將自己收得更加幼細啦，揣摩人物方面咧累積更加多。咁所以咧喺堂哥去執手相教下一代嘅時間咧，亦都有好豐富嘅資源，無論星哥嘅戲寶啦，及後喺慶鳳鳴劇團做好多嘅任白戲寶啦。咁啊，對於佢扶育下一代嘅時間咧，有好多嘅營養咧，就俾新一代。咁當中一個名劇咧非常之重要，樓台會。咁呢一段咧，亦都係可以話由阿青雲哥魏青雲拜得呢一個堂哥為師之後咧，去執手相教嘅一個好嘅名劇。其實咧睇下青雲哥以往一啲嘅訪問啦，佢都話當時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兒媳，做緊日戲嘅文武生。咁但係堂哥咧見到佢之後咧，覺得後輩咧亦都係可以栽培嘅人才。咁所以最後尾咧就決定立佢為徒。咁亦都開展咗青雲哥咧多年以嚟咧喺粵劇舞台之上咧，亦都係緊守自己嘅崗位。就算遇到好多嘅困難都好啦，人生高低亦都冇令到魏青雲離開粵劇嘅舞台，一直堅守住自己文武生嘅崗位。咁所以都夥拍過好多嘅花旦啦。咁譬如如果係堂哥門下嘅，仲有藍燕姐姐啦，等等，亦都係當年我都曾經跟隨過佢哋一齊演出。咁所以個感覺咧係好親切、好親近。咁啊，除咗有魏青雲所飾演嘅梁山伯之外咧，仲有大師嫂。咁啊，文傑咧就係飾演呢一個嘅祝英台啊。咁啊，當中視九月及人心咧，亦都由任丹峰同埋趙嶺秋兩位年青演員咧一齊合作演出。咁我將呢個時間交俾佢哋，帶俾大家呢一節嘅樓台會，掌聲有請。一曲嘅樓台會咧，唱得蕩人心弦，如泣如訴，感唔感動到你啊？俾啲掌聲聽下。若然話樓台會咧係一首愛情嘅戲咧，以下落嚟呢一套三夕恩情也宰受，更加扣人心弦。咁啊喺呢度咧亦都作一個少少嘅總結啦。總結翻堂哥喺佢嘅藝術人生裏面咧，除咗我哋粵劇嘅舞台啦、電視啦、電影啦，佢都有好多不同嘅製作，好多嘅回憶留俾我哋。咁同時之間咧，其實喺佢演而優則導，喺佢離世前嘅一年裏面咧，其實咧都為我哋一眾嘅前輩，包括有敏儀姐姐魏俊輝啦、泳兒姐陳泳兒啦，咁啊亦都有明哥梁兆明等等啦，都編導咗好多個戲嘅，包括咧就有青蛇啦、怒海情冤、瓊花仙子，咁啊以及有李治與武媚，都係由堂哥林錦堂先生去編導，安排翻不同嘅場口啦，亦都引進咗一啲嘅比較新啊，或者係接近電影嘅一啲效果咧，喺呢個舞台製作上面。
咁所以堂哥其實承先啟後，佢係發揮得淋漓盡致。咁好希望呢眾嘅徒弟們呢，亦都可以吸收到師傅嘅養分，大藝前行，並且呢將你哋嘅養分呢，好好滋養我哋嘅粵劇新一代。好啦，講到以下落嚟，今晚最後尾一套嘅折子戲，咁啊當中呢帶俾大家呢三夕恩情也在手，亦都係堂哥林錦堂先生好擅長嘅戲。咁啊，美美嘅一場當然要由大師兄出馬啦。咁啊，由少明哥梁少明呢，為我哋飾演呢一個范文謙，我聽到好多掌聲啊，係咪啊？咁而呢一個咁悠閒嘅語文淑嫻呢，就由有銀姐姐鄧有銀為我哋演出，將以下呢個時間交俾佢哋，掌聲有請。製作紀念林錦堂恩師金秋石果念私恩劇場，我哋圓滿結束。喺呢個時間，我哋 Lady First 請3位，包括咧大師嫂麥文傑，仲有銀姐鄧有銀，加上咧 April 老師唐婉瑩，同大家一齊謝幕。當然唔少得我哋3位嘅文武生啦，包括咧有少明哥梁少明大師兄、魏青雲哥，仲有培生哥 Kelvin。好多謝大家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咧紀念堂哥逝世11週年，希望佢嘅藝術一路延續，永遠。多謝大家。